咱第一个节目要请是风中之雨哈，我特别要甲大家搁一届介绍。顶个我甲大家讲，这是足有水准的表演团哈。啊伊看我第一届甲邀请是顶届咱父亲节时吼，啊我是感觉讲伊会当我歹势，我甲讲歹势，阮是拢长辈，讲袂要紧啊，阮真心。结果你知影无？伊甲咱表演了，伊甲我安怎讲的？伊嘛甚至甲伊的朋友讲，哇，互我足好奇，足surprise， 讲即阵长辈吼水准足悬。啊，我听着我煞硬一个，我毋知影咱内底水准偌悬哦。啊，我讲是安怎你安尼讲？阮咧表演的时候，拢简吼。啊，你会知影做这个表演这个艺术吼，跳舞啦，或是拉提琴的啦，伊用足侪时间练习。毋过伊若咧表演的时候，你拍拼讲话还是讲话甲吵，迄对伊是足无尊重吼。啊，我足多谢大家吼，再甲捧场吼，对咱印象足好。啊，今仔日赶快要给咱带来最精彩的跳舞，来，我们欢迎他们，谢谢。这个各位乡亲，下一个节目哦，就是一个花好月圆哦，由我们的彭老师所领导的舞蹈，大家鼓掌欢迎哦，多谢哎。大家鼓掌，谢谢。好。我插播一下哈，
咱拄仔看这年轻的少女穿旗袍有真水无？我家己咧想讲吼，咱的身材无因水，不过咱大家拢足侪有旗袍吼，所以我咧准备啦。那明年母亲节的时候，我希望有旗袍的，我们都穿旗袍来。咱嘛来个看咱敢差偌济，好无？你嘛无旗袍，即摆头去准备，你嘛伤大块穿袂落，即摆头开始减肥多谢。